各位香港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清遠跨境置業顧問小張，今天帶大家看一套清遠市區高性價比的港風複式屋，總價32萬，首付5萬，月供1100，業主急售即買即住。這套房不僅精裝全送，零公攤，樓下就是生活圈，10分鐘直達回港大巴，全程 VR 帶你沉浸式體驗。呢個就係戶型圖啦，房間係有2個嘅，洗手間一個開放式廚房。我知道大家最關心往返香港是否方便，小區開車10分鐘到清遠港澳快線上車點，每日多班直達香港。如果坐高鐵20分鐘到清遠站，90分鐘直達西九龍。更關鍵是這裡生活完全不似偏遠郊區，樓下商鋪有超市、茶餐廳、藥房，5分鐘車程到繽紛天地和宜家天飲2大商場，蓮塘街市日日新鮮餸，頭痛腦熱3甲中醫院、人民醫院都在1公里內。我們現在走進的是足足272呎的超大客廳，西向全封窗設計，陽光從下午到黃昏都能灑滿房間，完全不用擔心香港常見的潮濕問題。開放式廚房直接連餐廳，省空間又實用，一家人食飯會客都夠闊落。雖然冇陽台，但封窗後隔音隔熱一流，窗外望到小區園林，乾淨又私密。大門旁的36車衛生間是驚喜位，乾濕分離設計，港式酒店級裝修，花灑、鏡櫃、儲物全部到位。你看這個淋浴間，對比香港同面積單位，空間感絕對超值。行上樓梯，我們重點看2樓睡眠區，全屋層高6米，樓梯特意做緩步設計，長輩小朋友都安全。清遠的慢生活才是這套房的價值所在。向北30分鐘到黃騰峽漂流，向南10分鐘到北江河鮮街。週末去飛來湖公園散步，牛魚嘴森林吸氧，樓下農莊招牌燒雞，山行裸粥，絕對比香港郊野公園更豐富。上來第一間可以做一個兒童房，有97車，兒童房衣櫃書桌位已經預留好。這套538呎複式現在空置約持在手，香港客戶首付5萬即可鎖定，月供僅需1部手機錢。相比香港房價格，這裡能用零頭擁有真正2代同堂的空間，還能作為廣深港高鐵生活圈的投資跳板。點擊屏幕預約專車看房。第2個房間做主人房，150呎主人房更是亮點，擺完1.8米大床，還能3邊落床。L 型飄窗直望小區中庭，儲物空間多到可以收納全家行李。金碧公館這套房買的不只是4面牆，更是香港難尋的從容生活。我是清遠港客置業顧問小張，隨時等你 call。好啦，今期嘅視頻我哋睇完啦。如果有興趣，可以視頻下方評論區聯繫我，有我的 WhatsApp，有我的聯繫方式，鎖匙在手，隨時看房。我哋下期再見。